哪有领钱啊？无领钱你通食青草？无领钱你有通食青草哦？啊，打一个月哦，嘛才3、4工啊，有青菜有白饭通食，倒是咧外头倒。哦，啊你真够嫌啊呢！咱阿狗啊领的钱哦，我拢开咧买青草互你食呢，啊你搁咧嫌？敢问啊？无领要开啥？你莫讲啥？讲啥？讲了一句长长啦，讲啥？哈？加了香叶啦，加啊！阿欢啊，添加呢去困啦。袂啦，恁做恁去家干，莫插我来，免插我来。摕这班是倒母？去困啦！你今日拄久啊，搁咧外口放坐啦去啦，去内底困啦。哦，那会遮忝啊。嘿啦嘿啦，忝就去困啦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唉。阿哥，去困。阿母，我爽一摆啦。算啥啦？去困啦！这阿妈阁毋困，我倒来教烧哦。好啦，乖，你困。喂！你这个哪里是冲什么？是逼什么？在冲啥小？靠背啊哈！你这话大声，想话啥小？我两个在冲啥？你先话啥？大声冲啥？哈！莫啥小了，你莫啥小，我敢帮你讲话，帮你代志啦，直接莫啥。你给我点点啦！你话啥小？你现在哭无饱，你现在喊名叫，我两个在冲啥？你大声是要冲啊小哈？你这唔食人啊哈！你唔食人，过啥唔食话啊？你即马现在外头问你在冲啥？我两个在冲啥？我都唔敢讲哦，我敢不敢做哈？你现在讲啥哈？你即马来讲我哪？你唔相信我啥？你唔相信我呀啥？唔相信我，你真瞎你看，我瞎你看。来了，你别来了！靠背啊！你根本点点啦！靠腰啊！不能再去，别抓他们！冲啊！你快！安怎？你啊！你俩啦你大志哦，哈！你这咧提啥？安怎？你这会相信我？你把这囡哦是咧惊啥？你这唔相信我？你讲话啊！啥摆讲话？你操你人个叫你搞！你啥摆讲话？你搞死死啊！你这靠背啊！哎呀！靠腰啊！啊狗啊！你赶快起来啦！狗啊！你赶快起来啦！起来！你是来困死啊啦！起来啦！到底是创啥啦？你给我起来啦！起来！你跟老爸讲，哈，天哪，这个做一下正气的哈，